我哋今日嚟講下朝鮮，諗下個平台啊，講親呢個地方咧都會封嘅。嗱，可能大家咧未必知道啊，喺國際社會上邊咧，兩個分裂嘅地方或者國家合併統一咧，係可以用量化數字咧嚟計算嘅啊。只要肯使錢咧，絕對可以成功嘅。關鍵係肯唔肯使嘅啫。例如啊，當年東德同西德合併統一啊，大概使咗咧，要等於而家1.6萬億歐元嘅錢嘅。有韓國經濟學家咧就計個數啊，如果韓國同埋朝鮮合併統一啊，大概要使2.8萬億美金啊，勁過德國多多聲嘅。呢啲係講緊和平統一啊，打仗嗰啲就難講啦，可以好撚平，可以好撚貴。嗱，今日咧唔講佢點樣去統一到啊，對我哋嚟講咧未必好事嚟嘅。我哋嚟講下佢點解要分裂，點會對立啊？歷史故事又嚟啦。喺1948年嘅8月15號啊，南韓嘅國旗咧喺漢城升起身嘅。可能而家好多後生嘅咧就識得首爾啊，唔知佢以前嘅名咧叫漢城嘅。咁喺9月9號，北韓嘅國旗咧喺平壤升起身嘅。咁標住朝鮮半島咧正式分裂啦。朝鮮半島分裂同3個國家咧有關嘅，日本、美國同埋當時嘅蘇聯。嗱，1910年啊，當時嘅朝鮮政權咧同日本仔咧簽咗個日韓合併條約嘅。咁朝鮮半島咧就變成咗日本嘅殖民地啦。咁日本仔咧朝鮮咧就搞呢個大動作㗎，先搞呢個土地改革嘅。講得好聽咧，叫土地改革啊，其實咧就係收地啊，得唔咗所有權嘅地咧，冚唪唥歸晒呢個日本政府㗎。嗱，數據統計啊，63% 嘅耕地咧落入咗日本啊，同埋嗰啲親日嗰啲地主度㗎。窮閪咧越窮，富閪越富啊！嗱，我哋周不時咧睇新聞睇到啊，兩兄弟為咗幾方嘅宅基地咧都可以打到崩頭嘅啊，打到出人命嘅，而家冇晒，咁會點啦？日本仔呢個咁嘅政策咧，就製造咗以後嘅革命矛盾出嚟啦。日本仔除咗搞呢個土地政策之外咧，喺朝鮮咧仲搞呢個皇文化教育㗎，強迫朝鮮啲學生咧學日文啊，講日文啊咁樣嘅，拜神道教咁樣嘅。但係咧，亦都喺朝鮮咧推行咗呢個現代化教育嘅。有統計啊，1910年朝鮮半島嘅識字率咧得3% 嘅啫，去到1943年提升到22%。呢幾年嘅殖民咧，咁樣朝鮮咧就誕生咗好多咧皇文化教育下邊嘅朝鮮知識分子啦。喺日本留學嘅咧，每年都有幾萬人嘅。呢堆人咧係認可日本嘅現代化教育㗎，或者講啊係認可日本嘅殖民統治嘅。而家有個詞啊叫崇洋媚外啊。打二戰期間咧，日本仔又強徵咗幾百萬呢個朝鮮人咧做勞工嘅啊，有成20萬嘅小姐姐咧捉咗去做慰安婦嘅。啊，呢啲係啲集體創傷嚟㗎。啊，知識分子咧就認可日本，啊農民啊窮人咧就少食日本咁樣嘅。咁海歸同陀地咧有政治矛盾啦，土地矛盾同呢個政治矛盾一溝埋，朝鮮內部咧開始對立，開始分裂啦。去到二戰後期啊，朝鮮半島咧北邊咧係雖然好解放嘅，南邊咧係美國佬解放㗎。咁兩個解放區之間咧就畫一條臨時嘅軍事分界線嘅，就係而家好出名嘅3把線啦嚇。兩條友咧就傾朝鮮嘅託管問題啦。美國佬都認為啊，朝鮮俾日本殖民咗幾廿年，唔具備呢個自治能力嘅，就提出咧話俾盟軍咧託管20-30年之後再俾佢自治啦咁樣嘅。但蘇聯佬就話咧，唔好咁長，5年就夠力啦咁樣，我大班兄弟要接濟嘅。跟住兩條友咧就係咁開會啦啊，咁開12次嘅都傾唔成啊。最主要原因咧唔係話託管時間嘅長短問題啊，而係兩條友咧嘅意識形態咧有根本性衝突嘅問題嘅。美國佬又堅持唔侵呢個左翼嘅政黨玩咁樣，蘇聯佬咧就話唔侵右翼嘅政黨玩，咁啊仆街啦啊！右翼左翼咧有好多含義嘅，起源咧就喺呢個法國大革命期間嘅啊。當時法國議會裏面咧支持革命啊同埋廢除呢個君主制嘅議員咧坐喺左邊，咁啊要維持呢個傳統啊同埋貴族特權嘅議員咧就坐喺右邊嘅。左翼右翼咧就係咁嚟㗎。而家咧衍生咗好撚多概念出嚟嘅。喺朝鮮呢度咧，你可以理解成左翼咧就係底層嘅人民，右翼咧係知識分子同埋特權階層啦。即係頭先講嘅日本仔搞出嚟嘅土地矛盾啊，同埋政治矛盾啊，被蘇聯同埋美國佬兩條友實質化咗。咁兩條友咧講唔掂數啦，咁啊懶民主咁話啊，俾朝鮮半島人民自己投票選政黨啦咁樣，係咧都係喺自己控制嘅地方去投票嘅。
1948年嘅5月份啦，美國佬控制嗰邊咧就開始投票選呢個揸 lift 人啦。74.6% 嘅人咧選咗呢個李承晚政府嘅，蘇聯佬咧就質疑佢哋造假啊！邊可能咁多人支持啲咁嘅知識分子、特權階層啊咁樣？你南邊一定係造假嘅咁樣。跟住咧去到8月份啊，到北方嗰邊投票啦，99.6%嘅得票率啊，選咗呢個姜學成政府嘅。蘇聯佬話：嗱，呢啲先係民心所向啊，即係要別先嘅嚇，唔服蘇聯佬都唔得嘅。跟住兩個政權咧都係自己代表整個朝鮮啦，咁啊撲街啦嚇！就算喐手嘅咧係李承晚啊。咁啊，將反共咧寫入咗憲法嘅，話朝鮮半島裏邊啊，任何嘅共產主義嘅傾向咧都係死罪嚟嘅，要槍斃嘅咁樣。咁佢內部咧唔係就得佢一個政黨噶嘛，咁好多仲支持呢個蘇聯佬嗰啲意識形態啊，即係支持共產主義嘅，咁啊搞咗 N 個起義出嚟啊！咁李承晚政府咧就暴力咁鎮壓呢啲咁嘅左翼政黨啊，咁啊死咗3萬幾人嘅。南韓咧就亂碌實咁樣嘅。後尾李承晚咧自己着埋草㗎，死咗夏威夷。但係呢個時候咧，北韓就好威武啦，張保仔嗰套土地政策咧取消咗嘅，所以好多土地咧都返翻俾人民嘅，受益嘅農民咧超過70萬戶嘅，咁自己有着數，肯定大讚領袖威武咁樣噶啦。跟住咧又將成1000間嘅以前嘅日資企業咧就國有化嘅，條友食大鑊飯，有公開，生活都不知幾咁好啊！咁呢個時候咧經濟矛盾咧就出嚟啦，知識分子話事嘅南韓咧窮得嗨一樣嘅，反而共產主義嗰邊嘅北韓咧就有飯開。美國佬當南韓咧係試驗基地咁樣嘅，想喺亞洲咧揾個落腳點嘅啫。所以就算南韓啊嗰班友咧窮到冇飯開咧，佢都唔多嚟嘅。但蘇聯佬唔同啊，朝鮮半島咧係同美國佬鬥爭嘅前線基地嚟嘅，啲信仰又係自己兄弟嚟嘅。邊個捱餓，點樣捱窮啊？全力撐咁樣，所以當時北韓嘅地方咧，變成咗蘇聯嗰啲武器嘅新型試驗場啊！蘇聯嗰啲新武器咧，喺朝鮮係多到無倫嘅。到1950年啊，有槍有糧，咁啊得到咗斯大林嘅同意之後咧，我哋要解放南邊食唔飽嘅兄弟咁樣，解放受到美帝國主義奴役嘅同胞咁樣，統一朝鮮半島，跟住咧就開拖南征啊！南韓政府傻晒嘅啊，話打㗎啦咁樣，完全冇準備過3日啊！漢城啊，即係而家首爾咧就收咗檔，跟住咧一路向南鏟啊，鏟到咧真係差啲收咗南韓檔嘅，李承晚頂唔住啦，爹救命啊咁，連佢阿爹都估唔到咧，佢班友咧咁撚廢啊，3日唔夠咧手都收埋檔嘅，於是阿爹咧就出手啦，阿爹正規軍咧點同南韓嗰啲二打六啊，一出手反鏟翻上去啊，冇幾耐咧打到北韓都準備收檔啦，呢個時候咧到北韓揾爹啦啊，阿爹搞唔掂啊！屌，俾人打翻上嚟啊咁樣。呢個時候咧，斯大林就縮啦嚇。我想玩呢個代理人戰爭啫，但係如果自己落場，就變咗兩大陣營咧，直接開拖咯喎嚇。到時就互掟原子彈噶咯，條數點計唔掂喎。跟住斯大林咧就揾中國啦，不如你上啦咁樣。跟住就國民援朝嗰啲啦，呢度就唔講啦。啊，當然蘇聯佬話你哋出人，我出飛機咁樣。點知領導咧決咗出兵之後咧，蘇聯佬又縮啦嚇。我都係飛機都唔出啦，萬一俾人打落嚟，俘虜咗嘅話，反而係蘇聯飛行員，咁啊大鑊啦，會變成我哋同美國佬嘅直接衝突㗎咁樣，會開拖㗎咁樣。所以咧喺整個抗美援朝嘅期間咧，我哋冇空軍，如果有嘅話咧，志願軍都唔使死咁多人嘅。所以蘇聯佬咧係正仆街嚟嘅。嗱，可能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啊，我哋最後一批志願軍咧係1994年咧先撤翻嚟嘅。以前南北往來咧就方便嘅，而家打完仗啦，正式決裂啦。但嗰陣咧，仲係阻止唔到兩邊交流嘅，我諗到親戚噶嘛，得閒同抄小路咧去串下門咁樣嘅。喂，點解你南韓咁閪狂嘅咁樣？但係70年咧，南韓嘅經濟咧開始騰飛啦嚇，勁過朝鮮啦。韓佬咧就開始喺北方嗰啲親戚面前吐氣揚眉啦。喂，你哋正個時候切車未啊？咁南韓經濟騰飛咗之後咧，南韓政府咧就開始調整政策啦嚇，希望通過經濟合作咧嚟軟化呢個對立嘅嚇，實現呢個朝鮮半島和平統一咁樣嘅。蘇聯佬一睇，尤其係大太陽一睇，屌奶糖衣炮彈，咁就得了嘅。你係幾年換個人，但我唔想換喎，我好爽喎，我唔俾你滲透啊。跟住咧就收緊咧同南韓嘅關係啦。嗱，去到91年啦，蘇聯佬收檔啦，咁和平統一有機會啦。點知去到94年啦，第二個太陽時代啊，北韓咧出現咗人為嘅大饑荒啊，死咗幾十萬人嘅。我哋之前都講過㗎，呢度咧就重新講啦，費事有風啊。嗰陣咧啲南北交流咧雖然冇以前咁密啊，但都係仲有嘅。只要南邊嗰啲親戚咧生活得咁好，自己喺北方咧風水輪流轉啊，飯都冇得開。於是好多人咧
就想鼠過去投靠啲親戚啦。少少嘅地雷陣，邊難到我嘅？跟住一大批人咧就玩脫北嘅，尤其啲有錢嘅知識分子。咁啊，二太陽邊可能俾啲咁嘅事大規模咁發生嘅嚇？咁啱饑荒年代對人民嚟講咧係災難嚟嘅，但對太陽嚟講咧反而好事嚟㗎，可以乘機咧鞏固呢個中央集權嘅。我想要渠成啦，想用糖衣炮彈嚟顛覆我咁樣，跟住咧就加強限制咧呢個南北往來嘅，連坐都出埋啊！就一個就喺全家嘅，邊個夠膽走咧？喺韓國嗰邊咧有個登記在冊嘅數據嘅嚇，直到2020年為止啊，南北離散嘅家屬咧有13.3萬人嘅，平均年齡咧係81歲啊！咁南北嘅經濟差距咧就越嚟越大啊！2020年啊，南韓嘅人均 GDP 咧係3.15萬美金，北韓係700啊！幾百倍嘅經濟落差，嗱啲經濟學家嚟計過啊，當經濟融合統一嘅成本咧係2.8萬億美金啊！以前德國可以統一咧，係因為東德嘅人均 GDP 咧雖然唔高，但都有西德嘅1/3啊！經濟融合嘅和平統一咧係可行嘅，但朝鮮半島啊，而家睇佢咁撚大，基本上呢條路咧就斷咗㗎啦。嚟到而家分裂咗70幾年，有冇啲親戚咧差唔多死晒㗎啦啊！韓國佬咧又做咗個調查嘅，咁啊得16% 嘅後生仔認為啊，統一咧係有必要嘅，其他人認為啊，只會窮親戚翻嚟托啊咁樣嘅。而北韓咧就將朝鮮半島嘅分裂咧就懟落美國度啊，話係美帝國主義嘅侵略造成佢哋分裂嘅咁樣，咁係唔係咧？我就唔發表意見啦。而家南北韓咧睇落去係同一個民族啊，但其實差異咧已經超級無敵大啦，整個意識形態咧都係唔同嘅啊，諗嘢咧都唔同嘅。咁文化方面啊，南韓咧增加咗1.6萬個外來詞彙嘅嚇，北韓咧就創造咗幾千個咧新嘅革命詞彙嘅。兩邊嘅人咧，而家除咗泡菜呢樣嘢之外咧，可以話冇共同語言噶啦啊！除非係3太陽啊、4太陽啊、5太陽啊、6太陽啊，肯放棄權力啊，為先咧朝鮮半島咧永遠冇辦法和平統一㗎。咁當然啦，佢統一咧對我哋嚟講，未必係好事嚟嘅。下次見，拜拜。